在写爱尔兰哈，爱尔兰，啊，我有一首诗叫做爱尔兰，咱爱尔兰哈。啊，这是一个电影，咱伫台湾嘛捌演过哈，从公开啊水鬼大片啊，我用安尼来做这个诗的题目。公开水鬼大片。啥人讲简单台湾公开？啥人讲爱尔兰的大面，金黄的波浪，干那亚运的华西。12世纪开始，海峡对岸的野蛮人开始用因的文明入侵岛屿。风台不是不得性，是本啊霸当无时无尽的风云。大面有摇动的温柔，下面有滚架的伤。20世纪啊，咱人也袂当用家己的母语叫家己的名，是恁这语言才是人的话。咱太久的注意，咱青春的笑声，维持戒严的铁线网里，需要用生命去交换。公民有啥意义？假使咱人的尊严搭伫别人的下底，才华有啥意义？假使咱的作文需要呼吸别人的空气，活的有啥意义？假使咱需要出卖咱的兄弟，活的有啥意义？假使咱需要出卖咱的土地，活的有啥意义？假使咱需要出卖咱家己的名字，两抓最后的遗书，我已经写过。兄弟啊，非情进前，请莫别我目睭。我要看你户外的庆子，敢有带来咱大面黄金冠的迄阵？